以往我们都会从身高、体重、过胖、过重，也或是眼睛深度近视或是两眼视差，或是扁平足这些事实上这些都是包含在193项里面当中的一些判断的标准那重点是在于说，如果经过初次的判断那没办法能够确定是哪一种的话，就必须要在这个复审所以某种程度被一些有心人士那么拿这个来当做一个钻漏洞的方式那么他们可能在准备要这个审查这个身体的时候，或是复检身体的时候那么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心脏跳得很快，或是脉搏乱七八糟或是呼吸有问题那所以某种程度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看到韩国的艺人以当兵为荣那么如果当完兵再来从事演艺事业的话，那么他们未来发展会更好。但是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的话，那可能会葬送他的一个演艺生涯。